大家好，我係變態中女。泰國蘇梅島近日發生一宗震驚全國嘅命案，30歲嘅的士司機 First 俾人圍毆之後再遭槍擊身亡。而呢單案如果冇俾一個遊客拍低成件事，件案可能已經變成另一個版本。First 平日除咗揸的士，亦經常做義工，佢會免費接送病人、老人家同埋孕婦去醫院。疫情期間好多人揾唔到車，佢都有義載病人去醫院。家屬形容佢一直都係好鍾意幫人，而佢太太喺個幾月之前先啱啱生完 BB， 個女仲未有機會叫一聲爸爸。根據家屬嘅講法， First 因為用 App 接客，之前曾經同當地一班黑的發生衝突。家屬強調佢唔係搶客，只係用 App 接單，個客喺嗰度上車，但係對方認為佢已經踩入咗佢哋嘅地盤。5月24號嘅凌晨， First 揸車經過事發地點，俾人截停。之後有班人打開車門，將當時仲喺司機位嘅 First 圍毆。片段見到有人不斷用腳踢佢嘅頭，之後再有人去車嘅另一邊開槍。家屬話 First 中槍之後曾經想逃生，最後傷重死喺路邊。最初去報警嘅時候，警方同佢哋講，件案只有一個疑犯，而且似係1對1打鬥。直到之後，一個中國遊客因為同情家屬嘅遭遇，主動交出手機拍到嘅片段。家屬睇完之後先知道，現場根本唔止一個人，片入面至少見到有8個疑犯。家屬之後再聯絡警方，交出證據，但警方話片入面嘅人已經全部離開咗蘇梅島，而件事之後亦冇明顯嘅進展。最後家屬決定向洗米當率求助。事件曝光之後，警方開始有進一步行動，而最新發展係警方表示案件涉及人數已經增加到12人，之前已經拘留咗多個涉案人士，法庭亦都拒絕保釋。到5月31號晚，警方再拘捕多2個重要疑犯，其中一個叫 Bang， 佢被指係開槍嘅疑犯。警方話佢當晚用一支11毫米手槍向 First 開槍5次。另一個疑犯先亦已經向警方自首，不過2個人受查問嘅時候就講出另一個版本。先話衝突嘅起因係因為停車嘅問題，話 First 曾經多次挑釁同爭執，而被指開槍嘅 Bang 就話當日混亂期間 First 曾經用刀刺向佢嘅肋骨，所以佢先至開槍還擊。2個人之後合十道歉，但強調自己唔係黑幫。不過警方目前仍然以預謀謀殺、非法持有及攜帶槍械以及喺公共場合開槍等罪名起訴，而家屬亦喺法律人士建議下正式申請證人保護。由於擔心當地勢力，死者太太最後要帶住 BB 同埋家人一齊離開蘇梅島避。佢表示連老公嘅遺體都唔敢帶去寺廟做儀式。呢件事亦再次令人關注蘇梅島黑的同黑幫嘅問題。如果警方一早正視同處理呢啲黑幫，件事會唔會發展到今日咁？